月真紧，肉粽节又搁到后个月到肉粽节，烤鹅游客中心今年是推出特别的麻鱼肉粽，内面除了烤鹅在地这个麻以外，也有香菇、猪肉、两仁等等这食材，因为是山珍兼海味。这个麻的肉粽含量1000粒，有兴趣乡亲都爱把握时间。 加竹米、香菇、两仁、猪肉和烤鹅在地红烧麻包伫咧粽内底。烤鹅游客中心特别设麻鱼肉粽，内底放真济青草食材，让人看甲脆软口口的。一般我们吃的肉粽大部分都是比较油腻，那吃的感觉较易的对啦。除了烤鹅红烧麻，配角的香菇嘛是用新鲜有名的稻种香菇，让大家食健康。 比如说有虾米啦，还有卤肉啦，还有就是香菇，尤其这个香菇，我们是用新社得奖的香菇哦。即马疫情无稳定，有真侪人无方便出门买物件，游客中心嘛提供送货服务，让民众免出门，得当买到好食的麻鱼肉粽。生生不息，宏观视野，我是申宏。想要看体育新闻，就要赶快看华视新闻，赶快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